继续来讲，这个麻雀馆恢复营业，也毋过这个规定有较侪，就要保持着社交距离，爱挂喙罨，甚至就爱挂迄个手笼。而且这个麻雀道阁爱来按特chế隔板，业者嘛严格来执行着防疫的规定。早起一透早，就未少关证据无甲脚骹牌友来见面的民众到场要来拍牌。中央本地是规定讲，爱强制来挂手笼来拍牌，嘛改做建议。不过，这个麻雀馆为着安全起见，也是互民众来挂手笼。民众讲，这个手感有影是无共款，佫真正会摸唔着去。真久无看到遮尔熟悉的面，佫有真久无活动的经过，这声总算有拜托会使医一个。半年了，今天是来看看老朋友。对，很久了哦。 5月14号晚上，算蛮久了。有4个半月拢无做生意，麻雀馆总算会使开放民众来拍牌。上基本的爱量体温、挂喙罨是名剂，佮爱片面喷暖和接触。 我们来到这间的麻将馆呢，是建议大家都得要戴上手套。同时呢，可以看到牌桌上面其实是放置隔板的，不过这个隔板很特别，中间是空洞的，让大家可以好摸牌、好伸手，也不会受到阻隔，同时又兼顾防疫的需求。莫看这个隔板无特chế规格，成本无俗，店家是透明甲全部到完。是昨天晚上11点钟送到的，我们总共订了20组。 每一组花了2700元，总共花了54000元，连夜把它组装起来，迎接今天的开放。早上8点多就有一些客人已经在门口等。这目前的防疫指引，导游麻雀游戏休闲馆工具桌用了就要随清消，打造人客爱让15分钟，游戏区内底嘛袂使食物件。 而且专程爱挂喙罨，原本强制规定挂手笼的规则，改做建议挂手笼。不过考虑到安全性，民众要是挂手笼，不过挂手笼拍麻雀，敢有法度搁蒙牌？拢全干，你看，里面都是汗。以前是摸了牌就知道是什么，就直接打出去了现在需要看一下。凡是是有淡薄无方便，不过会使拍牌，嘛会使看到朋友，搁较侪无方便嘛，无要紧啦。